在地人在地情来看森林四湖布袋戏的大师吴万响，伫伊的工作室展览伊所收藏的100身的布袋戏翁仔。吴大师要透过布袋戏翁仔讲故事，互大家听。布袋戏大师吴万响让布袋戏来向大家绍介家己的工作室，嘛讲出这戏翁仔精彩故事。大师伊毋但是创作出真侪布袋戏戏剧，伊嘛甲收藏100多身的布袋戏翁仔提出来展播。从过去拍电视的录影带的种种这翁仔，我就甲摆在咱的工作室。吴万响讲，伊的收藏内底付费50年代到现主时的布袋戏翁仔，其中有工艺师齐炳焕所创作的雷丹发挥真特别，佮小甜甜和 Michael Jackson 的布袋戏翁仔有够趣味。伊的面就是卡通的、太空型的所以天下如果咱像全国出独一版的咧。大师会将森林馆的传奇故事改编做布袋戏的戏剧，希望这个故事会当互更加侪人知晓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